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。どうも大家好，我係 Peggy 先生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嘅全新 podcast 節目。呢一度會收錄我每個星期嘅 YouTube Live 精華內容。如果各位同學都想同我傾下各種日本文化或者係學日文嘅話題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參與我哋逢星期二、四嘅 Live 直播。今次我哋傾嘅係呢個話題。如果你哋嗰日係順順利利呢，你哋就唔會見到呢個字嘅。但係萬一你遇上啲咩打風落雨啊、落雪啊、颱風啊、打風咯，就係咁呢。日本嘅火車呢係好快就會停駛噶啦，尤其是新幹線，因為呢佢哋知道如果打風落雨呢，少少風險佢哋都唔想有啊。咁所以呢，你哋就會見到呢一個運轉見合呢個字啦。OK， 運轉見合啊，日文啊，運転見合せ。運転見合せ。咁咧，本來見合せ咧，見合咧，其實係觀察嘅意思嚟嘅，即係睇定啲。OK， 見合咧就即係要諗下幾時先開翻車啦。運轉見合啊嘛，係咪？而家開車好似唔係幾安全喎。咁佢就需要咧打出呢個運轉見合咧，去話俾你聽咧，佢要觀察下，暫停先，然後咧就睇下幾時先至可以再開翻車啦。佢廣播都會講嘅，即係譬如ただいま運転を見合わせています。運転を見合わせています。有啲情況咧，就係佢大概知道要停幾耐嘅，例如有啲機件嘅故障，但係佢可以預估到嗰個機件大概幾時整好嘅。咁可能佢就會話俾你聽，可能咧佢要暫停1個鐘頭啦，咁佢就會講明係1時間見合わせています咁樣啦。但係有更多嘅情況咧，佢係唔知要停幾耐噶，咁啊大鑊啦，因為你真係唔知停幾耐，可以停好耐噶，甚至乎終日運轉結合啊，即係咧佢係一個戴頭盔嘅狀態，我就唔知道幾時開到車。咁我全日都要觀察佢啦，可能開嘅，但係咧老老實實啦，講得終日運轉見合咧，其實嗰日都應該係唔開車噶啦。即係如果你係趕時間，我就覺得你即係死咗條心，轉過第二個交通工具啊，或者你 book 多日酒店啦，其實你都走唔甩噶啦。所以你見到運轉見合，咁你就知道架車要暫停啦。如果佢係即係有部署嘅咁樣咧。咁啊，話俾你聽時間啦，冇部署嘅就可能淨係講運轉見合啦。咁如果佢話終日運轉見合呢，你就翻屋企啦。逢星期二、四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，我哋喺先生開 live YouTube 直播一齊傾偈啊！またね。